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听台湾人台湾事，我是现在妈妈。真侪人有困袂落眠的问题，嘛有袂少人有困无够的问题。真侪医生专家拢咧教人安怎才困会好，毋过安怎困伫倒位，甲送困是文化习惯。今日我来讲困的习惯是安怎转变。无同国家佫有啥物无同困的习惯？即马真侪人拢认为，一个人一工就是爱连续困8点钟是上好的。毋过历史学家讲，古早的人毋是安尼。伫17世纪的欧洲，因是一工困2摆，下晡日头落山的时先困一下，暗时佫爬起来做一寡工课、看册、找朋友开讲，也是佚佗，才佫转去困。毋过从这段爬起来做代志的时间，怎愈来愈短，一直到19世纪的尾期，已经都无去啊。上尾才剩一工困1摆的习惯。自从工业革命以后，有电火，需要靠劳动的时间去换钱趁钱的时，欧洲人才开始感觉困伤济是浪费时间。为着要配合因出外去做工的时间，所以一工困1摆就好。毋过小共伫16世纪、17世纪，大民国有一寡读册人，因对困的看法都无相共啊。迄时要去参加考试、考状元，想要去做官的人，因拢认为袂使困伤济，时间都爱摕来增加家己的知识，准备去考试。也佫有人认为，讲肉体需要的休困，就是去倒伫眠床困。所以人就爱赢过这身体需要，袂使困伤久。后来王守仁伊的讲法佫较趣味，伊讲普通人咧困，就是像昏去小工，完全毋知影人。毋过有较悬层次的困眠，即款人是日时暗时拢会使休困，毋过伊毋免真正困去。所以王守仁伊家己就捌有40工拢毋免困的即款传说，完全无困，安尼对身体敢好？其实大明时代的人嘛有讲，若有需要休困就去困，只是困的时间莫伤久，分较济摆困的，这是上适当的。毋过伫共迄个年代，共款伫大民国，也佫有另外一群人，因主张就无相共啊。这个人因毋是要去参加考试的文人，因是完全无咧管日时也是暗时，什么时阵就爱困。因甚至认为暗时的时间较好佚佗，较好耍，会使啉酒，会使写诗。真侪人是日时咧困，暗时才爬起来活动。因嘛有透暝拢咧读册人。毋过，甲要去参加考试的人无相共，因只是感觉暗时读册较趣味，所以即群人因的生活是日暝，甲人无啥相共，真自由。因为困即项代志是一款文化，一款习惯，所以伊代表的意思嘛对时代、对所在咧改变。就像即马有研究发现讲，亚洲人平均困的时间一工拢无超过7点钟，也若是欧洲遐全部的国家平均拢有超过7点钟，特别是荷兰人甲英国人，因平均一工拢困有7点半钟，也若困上少的是日本人甲韩国人，平均是无到6点半钟。当然困偌久甲天气、甲大的环境、甲生活、工作拢有关系，所以困的习惯是会当培养出来。像伫日本，时常会当看到日时咧拄久的人，
即款因讲因的母语的文化，甲大明时代的人讲想要困就去休困的讲法，佫无啥相共。日本人日时咧拄久，是因为因暗时困的时间无够，所以随时拢咧拄久，用这来补因暗时无困的时间。也若像伫韩国的学生暗时困伤久，会互人感觉讲因拢无认真读册。即卖的父母足注重囡仔几点去困，人类学家讲，这嘛是文化影响的。无一个真正囡仔一定得爱去困的时间。有的国家足细汉的囡仔，就互父母带去参加大人的聚会，因会舞到半暝，大人拢无困，囡仔嘛毋免去困。有的国家是幼儿7、8点就爱去困因为医生讲安尼囡仔较够大，身体才会用。台湾的囡仔是因为父母上班的时间较长，等来厝的时间嘛较晚，所以暗困。佮较大汉的时阵，是因为因伫学校的宿题写袂了，也是暗时就去补习，所以嘛较晚困。这一两冬开始嘛有中学，甲透早去上课的时间改较晚的，互当咧大汉的囡仔会当困较久的。也佮有一种讲法，国际组织就发现讲，红婴若拍咧困，会去踢到鼻孔，足危险的，所以因建议毋通互红婴拍咧困。到底囡仔着爱安怎困？2010年有一个真趣味的研究，伊去比较法国人甲台湾人的细汉囡仔是安怎困的。因着发现讲，法国人拢认为囡仔着爱家己困一间房间。因问到的台湾人，嘛有部分的父母是安尼想的。毋过实际上，大部分的囡仔也是甲父母困伫同一间房间。5岁以下的有8成以上，6岁的囡仔也佫有7成嘛拢甲父母困同一间。到底啥物时阵要互囡仔家己困一间房？大部分的法国人拢认为红婴出世也是3个月以内就爱家己困台湾的父母真侪是认为3、4岁较妥当，也嘛佫较侪人拢对即件代志无啥物意见。囡仔咧困的时阵，敢着爱有人陪？法国的囡仔有一半以上是拢无的，台湾的囡仔是8成以上拢有细汉囡仔。心理学家是讲，自细汉家己困一间，这甲会晓尊重个人甲训练独立是有关系的。毋过嘛毋是法国人迄套就真正较好。调查嘛发现讲，法国囡仔因咧困较会出问题，需要搁去找医生食药的比例是比台湾囡仔加真悬。这真有可能因的问题就是这个细汉囡仔足歹适应家己困这项代志。我想逐个人出世都无相共，有的红婴仔是爱培养伊会当独立，有的囡仔较需要的是安全感。上适合囡仔甲父母的迄套教育甲训练方式就是上好的。也佫有一项我读着嘛感觉足趣味的代志，就是到底啥物姿势来困才较好。这内底有医生的讲法，也嘛有宗教的讲法。像佛教，伊就主张讲上好的困法是倒正平，就是像咱看到释迦牟尼因用一只手拄咧困，迄身佛像的姿势上好。当然，因嘛无要求逐个人都爱安尼。佛教甲道教拢相共，认为老人就毋通阁倒正平甚至道教嘛认为有心的人上好嘛莫倒正平。倒正平的方法应该是为着莫得着伫倒平的心脏。毋过医生讲，逐个人的身体的问题无啥相共，所以因的结论是安怎困拢无要紧，困的落眠就好拄则讲的拢是困的时间甲习惯。毋过咱咧困的眠床敢有啥物变化？眠床这项物件是伫5000年前的埃及都有迄时的眠床已经是用茶做的，佮有做4支骹，甲即摆眠床相共，顶头会佮铺一层较软的物件来困。伫欧洲因就发现因古早的眠床拢足大顶的，
而且门床顶会使甲别人做伙困，是甲无熟识的人共家困的家具。因若出外旅行的时阵，真侪人因困做伙是事上的代志。迄时门床是最有价值的家具，所以欧洲人会甲门床当作财产留互下一代。因伫门床顶毋若干那咧困，但门床顶会当甲人客做伙食饭、讲业务。古早的法国皇帝伊的办公嘛拢伫门床顶。困的时阵，就爱家己一间房间关起来，房间内放一顶门床来困。这款房间是个人的空间，这是19世纪才有的代志。私人空间的出现，甲现代社会变化是有关系。门床就毋是佮甲朋友，也是甲毋捌的别人做伙分享的所在。伫门床顶嘛袂使佮办公食物件，干那是摕来困的。咱若看台湾厝的变化，嘛会知影讲个人的房间这款设计甲安排，特别是一人困一间，是到1960年代，台湾开始有现代主体规划才开始有的想法。早期的房间拍通铺是足接看的，顶面佮铺草树啊、棉少被，也是放榻榻米就好啊。榻榻米这款物件是对日本人来到台湾，头起先是日本人住的宿舍需要榻榻米，为着这，因就请足侪师傅来台湾做榻榻米。伫1920年代，全台湾有万几个为日本来的榻榻米师傅。榻榻米内底有一块草，外口阁有一顶草仔做的面，甲包起来，边仔就爱阁填一块布。毋过伫日本时代，毋若有时会进口日本的榻榻米，进口上济的是做榻榻米顶面迄块草仔的面。因为迄站若要伫台湾做，就需要真济时间。台湾的咸草会使落做，毋过就爱先拍打，搁爱掰，搁爱编，所以进口会较紧。伫日本时代，大部分的榻榻米师傅拢是日本人，因会请台湾人甲因斗相共。战后日本人离开，进前甲日本人学过师仔遐的人，才变做榻榻米的师傅。而且这个人是先为修理榻榻米开始做，因为国民政府接收日本人留落来宿舍甲厝有20万间左右，要入去住进前爱先整理，所以需要真侪人去修理遐的榻榻米。逐个人改困眠床了，买上侪榻榻米的是加工出口区甲市郊的大间工厂。台湾伫1970年代工厂真济的时阵，起工厂就爱阁起工寮。大部分的工寮拢是拍总铺，就是房间做一个台仔，顶头若放榻榻米，就会当困足侪人啊。若讲到古早的眠床，一定会讲到红眠床。无共木材做的红眠床价值是足无相共的。早期有钱人的红眠床是经上好的木材，佮请师傅特别做的。红眠床大部分拢是结婚的时阵的准备，是安怎会叫做红眠床？有两种讲法，一个讲法是这款眠床会擦红色，所以叫做红眠床。也佮有一种讲法是红眠甲安眠共音，所以红眠床嘛有好困的意思。红眠床也佮有分4支骹甲8支骹的。8支骹则号做新娘床，那也未结婚的人困的是4支骹，号做阿娘床。台湾什么时阵开始有碰床？是为美军顾问团来到台湾了才有的。上早用手工做的碰床公司是德泰，后来才有老 K 牌甲3M 牌的碰床。有一段时间真是惊水门床。毋过这款门床，若一位小可震动，规顶拢会害，真歹困，也阁真歹保养。即马碰床，除了有内底放镜仔，也是殊不忍语的，真济拢改用有记忆的泡棉啊。这几冬甲困有关系讨论是足济，
大部分是拢在讨论无法度困的时间乱去，也是困袂饱，安怎影响到健康甲生活。其实安怎困甲文化嘛有真大的关系，只是咱即马知影的无偌济。我今日先讲到这，你若是对节目的内容有任何的想法甲看法，拢欢迎来面册甲我讲。嘛请会记得订阅电子报，也是追踪这个节目，推荐给你的亲戚朋友，伫平台留5粒星留话给我。若是要赞助这个节目，伫节目的文字小解有 ECP 的连结。就感谢大家收听，我是现爱妈妈，大家再会。